因为点是慈悲啊，7点半了，我们是不是先开班？哦，好啊，开始就开始啊，哦，大动请起立，开班开始，向胡基拉姆行3鞠躬礼，全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晚上呢是人道人的右少要我们慈悲的这个6度万行，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德恩师来做我们这个开班的致辞。各位领任哈，组长以及各位浅显大德，大家晚安。德恩师晚安。德恩师晚安。德恩师晚安。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爱享赢德班呢，大家共聚一堂呢，来做一个聆听学习的一个机会。那在今年来讲呢，就是一个月两次，是在24第2个礼拜跟第4个礼拜的7点半。那我们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在8点45至50分左右呢，那我们就会紧接着我们爱享的一个诵经。那非常的感谢各位浅显大德呢，能够来扶持我们赢德班。那当然我们也能够透过了这个赢德班呢，能够一起来做这个学习。虽然我们不能在实体课程，但我们呢也能够在线上。那线上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好处有我们马来西亚的浅显呢，还有我们泰国浅显呢，他们能够跟我们在一起学习所以感谢各位浅显大德。那今天呢又第二学习又请到我们右少讲师呢来跟我们慈悲来跟我们呢做一个开示。那虽然他非常的年轻但是他是从小都在跟爸爸妈妈呢就在道场算起来他也已经长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讲师。当他第一次在明德班呢学习的时候呢大家呢对他的肯定都是有加的在私底下呢其实也不断的在鼓励着他，也赞叹着他。其实有我们这一些年轻的讲师呢，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以及他们对于这种真理大道上的一个阐述呢，另外有一种层次的这一种阐释。那当然呢，我们在修行来讲，能够透过很多的学习的环境，以及讲师所阐释来不同的意境以及角度，让我们能够多听多闻对我们修办道来讲呢，当然也能够来开启我们的智慧。就像晚上呢那个右少讲师呢要跟我们慈悲的6度万行里面呢的一个般若当然透过这种学习，能够透过学习关照，能够呢了悟到我们般若智慧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呢，其
实般若是每个人都具足，本来就具足的妙智慧。那当然，我们为什么呢？还要来学习的这一种六度万行。那当然因为我们来到凡尘也已经6万多年了，难免有不足的地方。那我们这一次三期应运三朝普渡呢，大家都能够荣幸的得了这一种大道非常感谢天人师德呢，让我们得了这一个道那我们先得后修的情形，那唯有我们得了道呢，当然还是要不断的来精进所以说呢我们所这一个开发的这种课程呢，其实也都是自治之基啦让我们呢真的能够对于自信上呢所能够体会的会更好那六度万行，那在可以说是一个大乘佛法，可以说是一个大乘佛法，真的能够让你了脱生死，修炼成就最高的究竟觉佛因为佛也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嘛那我们能够透过了这种六度万行的途径这6种的途径也是六种的德性6种的德性，所以呢六度又称为这一个又称为是波罗蜜6波罗蜜称为6波罗蜜。那在这个六度来，为什么叫做万行？万行是对六度的实践你不能光说不练，不能只有知道没有实践。所以说呢，万行是对六度的实践，也是我们儒家呢这个这个宗旨就是实践的功夫没有实践呢，那你如何能够达到？就是你知道了方向，你有了目标，但是你没有透过学修讲办法拿来流入呢实践你修行的6种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又如何能够成就？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了，也希望呢能够或多或少，不能一下子达到能够圆满，那我们也要渐修所以说呢6度既是6种的功德，如果呢我们能够贯彻的完成，便能够成佛所以说呢每一种功德呢都能够弃持每一种特定的业障。那当然呢今天非常的难得呢又请到我们优秀的右手讲师呢为我们来慈悲这一种6度万行，那我们又如何能够了悟又能够付之于行动呢？那今天呢讲师应该会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让我们呢能够了解而付以实践的在修办当呢能够来履行修行的这一种意见，那或许不耽误的那或许在这里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能够圣还如意感恩。我们感谢给人师的鼓励慈悲，那我们接着就请我们右少讲师来给我们讲解6度万行。好，我们欢迎右少讲师。点传师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然后后学刚各位前贤晚安，不好意思，太过紧张，让后学深呼吸一下。那首先感谢天恩师的祖师弘慈、师尊师母2位老大人，然后
信义和老前人五大习生、承前人、必所大贤承前人，然后前人和副前人以及各位点传师和在座的各位前贤们的体恤跟爱护，让后学有这一次的机会能在明德班做学习。那后学这次要学习的题目是六度万行哦，那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后学只是一点的心得要来做分享。那刚刚点传师有提到六度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六项功夫，那么万行呢，就是针对这六项功夫来做一个实践和学习。那首先前言的部分，南极仙翁慈悲，愿者圆心也，发乎诚，觉性远，黄中通理，灵机现。那我们在人生路途当中有很多个时期，那不同的时期，各自的心愿也好，目标也好，也都会不一样。可是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不同的文化的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回礼天的家，然后跳出这个轮回嘛。那这样一个出发心，它是真诚的，然后它是出自于真主人所居住的那个地方。那觉性远，黄中通理，灵机现。那么这边的黄中通理，在《易经》坤卦文言传当中也有提到，君子黄中通理，任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事之，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也一样暗示我们这个过没有左边那个提手真主吗？人所居住的地方。那悲悯离庶之苦难，遂是生命甘，宣尝孔孟之玄传。那我们看到兄弟姐妹这个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有求道，那我们也是不是要把这个道也把它传出去，帮助济公老师们一起把道给传给其他的兄弟姐妹，要负担起这个使命，那也就是这个圣命单。那宣传孔孟之玄传一样，我们在那个来求道开智慧第一个仪式当中，他有提到嘛，下里有介绍到说，这个是我们曾经听过、未曾见过最庄严的礼节，称为周公大礼。那这个孔孟之玄传就是求道度人。那普济九六得登彼岸，真修实忏几律等宽，清净不昧公行得见。道不是传给某一个人就好，而是要传给世界上每一个人，让所有的九六圆台佛子，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得登彼岸，就是能够了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真修实忏。在求道仪式过程当中，下里也有跟我们介绍到说，在介绍龙天表的时候，他有说到，在世多有实心进修者，灵性百岁年老，直往西方极乐世界，不用再堕落地狱轮回之苦。所以说，不是求道就好，就能够成佛，而是要在求道以后，也要真正的落实的去修，改脾气、去毛病，以及要实实在在的忏悔自己。那对待别人要宽和一点。那在每一天的过程当中，也要非常每一件事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才能等一下会提到的六项功夫，然后才能修道经由修办道的过程，然后才能建立起功德。那刚刚有提到愿者圆心也，那么我们除了有一个
愿望之外，是不是还要有方法才能知道如何去做？因为我们如果有目标，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做，那目标是不是就还是会放在那边？目标还是目标，它并不会去完成，并不会就是变成你的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六度万行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在人世间的过程当中能寻菩萨道，最后能够恢复到我们本来的真面目的一个六项功夫。好，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后学有2个小问题要和在座各位浅显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度你？那后学有列了5个选项。那其实后学已经把答案写出来，就是自己啦。那其他上面4个都是助缘而已。那真正的主力选手是自己，因为不管是父母亲的要求，或是仙佛菩萨一再的苦心叮咛，或是等到意外发生了，其实都有一点慢。那最主要还是自己是那个最重要的。我们在看，不管在看球赛也好，有分主力选手跟板凳选手嘛。那大家一定都要争取那个主力选手。那自己谁是那个主力选手？自己就是那个主力选手。所以唯有自己才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嘛。那再来第2个小问题，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后学一样列了5个选项。那其实讲师也一再跟我们说，不要等到什么时候，而是要当下就要去做。可是包括后学也一样，其实就是平常没事就没事，等到可能遇到挫折或遇到一些情况，可能才会想到可能还要再精进努力一点。所以说一样就是要有些人可能会想说，等到功成名就，就是说事业有成，或者是无牵无挂，心想事成，或者是等到业力催讨，其实都不是。一样都是当下自己是那个主力选手，而在当下自己就要去做了，而不是等到业力催讨的时候。那何谓6度？后学在这边列了一个表格帮大家帮自己把那个重点给标出来。那6度呢，它分为6项功夫。那第1项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那布施有分为3种，那它可以去除我们的贪心。那持戒就是守住这个戒律，那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恶业。因为戒律它不是一个限制我们的一个框框，它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如果你当下能够断恶，那你就不会再造新的业，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恶业。那再来忍辱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去除这个嗔恚心，就是生气怨恨这一种心。人家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要退一步需要去做一个学习，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忍辱的功夫去学习。那再来精进的部分，就可以去除懈怠，每天都设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每天进步一点点那累积下来，那一点点就会非常可观，那会帮助自己更加的进步。那再来禅定，禅定不是说坐在那边叫做禅定，以前的和尚或师傅们他们需要坐在那边做禅定的功夫。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需要做一个升级，那个手机有在做升级，那我们现在人也一样。为什么我们的禅定需要无时无刻？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轮回6万多年，那我们的这个
不好的习性装太多，所以我们不只是坐在那边才叫禅定，我们需要260中。然后我们在求道在讲三宝，讲师也会跟我们提到首选。那首选不只是有感到烦恼的时候才来首选，而是你平常就要去做一个练习。那经由首选，也就是禅定，它可以去除我们的散乱。因为当我们首选的时候，我们会把心收回来，然后注意力会放在真主的那个地方，居住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心就不会向外去攀援，去胡思乱想，当就可以去除我们的散乱心。再来般若，般若就是智慧。那当我们学习了前面这5项之后，我们在经由修办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就能恢复本来的面目。刚刚点老师也跟我们介绍，我们智慧是本来就有的妙智慧，不是我们去向外去学，向外求回来，不是，而是当我们恢复我们这个与真土人做主的时候，这种妙智慧它自然而然就能够产生，那这样就可以去除我们的愚痴。那这6项功夫，它没有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好，其实不是，它是依照这个它有排列的顺序但它没有说哪一个你可以只选哪一个，其实都是要整体性去学习。那为什么布施会排在第一个？那因为民以食为天，那老百姓就是金钱，他要学习从金钱开始去做一个布施的动作，然后再慢慢的学习，不然他没有前面这几项依序的去循序渐进去学习的话，你直接跟他讲你要学般若的话，他可能也听不太懂，也更加不知道要怎么去做。那在进入介绍6度万行之前，后学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记得你是谁。那这是哈佛商学院的最后一堂课，那哈佛的教授在最后一堂课，他没有继续在上理论的课程，而是他会分享教授本身的一些经历，不管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或是他再去旅游的见过的这个种种的经历。那其中有一位在库马教授，他年轻还没有当教授之前呢，在库马他跟一个好朋友一起去爬喜马拉雅山。那大家都知道喜马拉雅山非常的高，大概有海拔大概有8000多公尺。那当他们爬到海拔7000多公尺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有一点疲劳，但是他们想说快攻顶了，然后就继续往上爬。可是他们在接着要往上爬的时候，2个人都不小心脚打滑，然后这时候他们就选择各自往旁边跳。那不幸的是，他的好朋友在跳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踩舞或怎样就走了。那莱库马教授自己往旁边跳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踩舞嘛，因为山那么陡是斜的，所以他就一直滚，然后滚到整个人都血肉模糊，因为登山衣和雪衣整个都破掉，整个血肉模糊。可是斋库马教授他那时候还是想说要赶紧爬起来，然后走下山，因为他如果不凭意志力马上站起来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好意思，在山上那么高，气温非常的低，它会失温，所以他凭借着意志力往下走。那本来下山可能6-7个小时就会下山，可是因为他受伤的关系，他走了大概有24小时，他慢慢走，一直坚持往山下走，然后终于有听见狗的叫声。那我们知道有听见狗叫声，代表可能
这一边有住人，哦，那果然他看到这个阿姨出来，不过因为在库马，他因为受伤的关系，他就这时候就昏倒了。那这个阿姨就把他带到他的自己的房子去休息。哦，那等在库马教授醒过来的时候，在库马教授想跟这个阿姨说，他来自什么地方，请阿姨可不可以带他回去，或者是带他去医院这样。可是因为两个人语言不通啊，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那这个阿姨就整理东西之后，他就把在库马教授背着，然后直接就出发了。哦，那走几步路就停下来休息一下，放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背着再继续走，就这样走到可能是他们类似我们这边的卫生所。哦，那可是因为在库马的伤势太过严重，他没有办法，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条件不足以治疗在库马教授，所以他又继续走，将他放到一只女子身上，然后这时候在库马教授用力的睁开眼睛想看他的这个救他的阿姨嘛。哦，可是那个阿姨也没有说什么，她只有脸带笑容跟在库马教授挥手，意思就是示意他你赶快去就医，把自己给治好，把伤势给治好。哦，所以后来在库马教授才说了这一段话：成功来自幸运，也带来义务，造福他人，自己也能登峰造极。哦，这个所谓的成功，不只是我们事业的成功。哦，它其实六度万行第一项功夫就是布施嘛。哦，那布施就是把一些东西跟别人做分享。哦，那当你帮忙别人的时候，他这个爱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说他才会说造福他人，自己也能登峰造极。那再来，或许跟大家分享何谓布施。那布施我们都知道有分为3种，第一种就是财施，布施金钱或者是金银财宝这些；法施讲经说法讲道理，或者是鼓励别人或安慰别人的话。再来无畏施，除了财施跟法施以外，你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做，比如说或许有列在下面。哦，比如说做一个清扫，哦，来打扫佛堂，扫地拖地，然后去厨房帮忙，备料，洗菜炒菜，或者是帮忙搬一些东西。哦，那再来文理。哦，然后甚至我们在这边可以做名人班，可以去做一个学习。哦，那或许为什么会讲师也需要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去做？因为其实来讲，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是第一次来，好，这一次应该是第2次来做一个跟大家做新的分享，那其实非常的紧张。哦，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以这个大无畏的精神来去面对的话，你其实会讲不太出来，然后不知道要怎么讲。哦，所以这也是算无畏施的一种。那扫厕所是不是也算？哦，甚至到跟点团师一起去国外开荒，那做行宫两院的工作，其实都算是无畏施。那布施它有分有相布施跟无相布施。那这2种的区分是以对象来做一个区分。哦，那有相呢，就是看得见的色身；那无相就是灵性的部分。那一般来说啊，财施、法施跟无畏施这种都算是有相的布施。那什么叫做无相的布施？无相的布施就是我们要去做度人。哦，度人就是无相布施。为什么？因为度他来求道，是让他了解有这个真主人。哦，是对于他的灵性的这个部分嘛，让他种下修行的种子。哦，开智慧，然后到最后能够证得无上的菩提。哦，那是针对灵性的部分，所以它称为无相的布施。哦，那再来